苏州人家的大煮干丝的家常做法，今天我们用到了百叶包，所以呢，再和大家顺便回顾一下百叶包的家常做法。百叶包呢，用于红烧、清炖都是非常好吃的。首先准备一点肉末，把葱姜呢切得细一点，切成碎末，就是这样，然后放进去，再打一个鸡蛋，放一点黄酒、生抽、蚝油、盐、糖，再来一点点鸡精，然后给它充分的搅拌，搅到上劲啊。那么今天这个肉馅呢，可以用来塞油面筋、油豆腐都是可以的。今天呢刚好用到这款凉杯，所以呢顺便再和大家做个分享。这款凉杯呢我已经用了近2年了啊。那么内壁很厚，琥珀色的，耐高温、耐低温都是可以的。平时我们用来放果蔬啊都是可以的啊。它就是让你买了不后悔，用到爱不释手的那一款，在橱窗里，喜欢的朋友呢一定要去试一下，真的非常推荐给大家。那么百叶包呢，平时呢我都是这样包的。那么我先包一个就是短而粗的给大家看一下啊，然后呢再包一个细细长长的。细细长长的就是你如果想要变得细长一点的呢，那我们在包的时候呢，边上给它卷进去的部分呢少卷一点，那么卷出来的呢就是细细长长的，再用葱结给它打一下结，那么这样下锅煮的时候呢，它就不会散开了。那么之前呢我也可以用棉线扎，也可以用鸡蛋封口，都是可以的啊。这是我包出来的2个形状，大家更喜欢哪一个呢？然后把这个干丝呢提前用温水泡个2遍，泡个10分钟，因为干丝它有一点点咸度的，泡成这样干干净净的就可以了，放着备用。准备一锅鸡汤，如果没有鸡汤就是骨头汤啊都是可以的啊。把百叶包呢先下锅，给它炖煮个10分钟就差不多了，再把干丝下锅。我喜欢把这个百叶包和干丝呢一半一半，就是稍微在锅里面相当于先摆弄一下，再放一点盐调味，那么再提前准备一点鲜虾啊，这个鲜虾我都开好备了，所以下锅呢之后再给它焖个2分钟就可以了。再来一点金花菜作为点缀，那么我们今天这一锅大煮干丝呢就做好了啊，里面呢是有虾有肉有菜，还可以喝汤，味道呢还是非常鲜美的。喜欢的朋友呢记得点赞收藏，有空的时候试一下。我们下期再见。